다 도마들이랑 아주 잘남기는 신신난게那么，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参加这次课程的上师啊，喇嘛善知识，还有僧众们，还有在东西方各地的所有的法友们，首先要问候大家，大家好。那么今天那么昨天呢，的课程当中讲到米觉多杰，佛王米觉多杰的他一生当中呢，新建了，或者说他推广这个佛学院，就是显称的佛学院。同时呢，他也推广或新建了很多密乘的这些学院。同时呢，还新建了修持大手印，还有那罗六法的这些，可以说方便结合了方便跟解脱道的这样的禅修院。那课程当中主要举了伽玛雄卢令为例子，做了一些介绍。如果全部都说的话，时间是不够的。那么今天的课程呢，那主要是回到这个颂文当中的第31个颂文，那总共是只有33个颂文。所以如果每天都还是讲每堂课都讲2个颂文的话，那很快就讲完。所以今天呢，就只讲1个颂文。那其实呢，有很多的跟米值多杰相关的内容哦，都很值得要跟大家说。但是呢，一下子要跟大家讲，又想不起来要讲些什么。但可能慢慢再说吧。那么今天呢，要讲的是33个颂文，妙行解脱赞啊，33个颂文当中的第31个颂文。那么主要依据的是他的侍者桑杰巴珠，他写了一个注解，他不是这种逐字的这种解释哦，而是可以说每一个颂文的大意的一个解释。那他在这样一个注解当中呢，桑杰巴珠就有写了一个科判。那这里面科判我们讲到了实践上士道之法的部分。那这里面呢，分为动机、发菩提心、行动、观修2种菩提心，还有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之法这3个次第或者说3个部分。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3个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这个部分。这当中呢又分为7个。那第一个是6波罗蜜学习，第2个呢是静智自心，第3个是学修一切菩萨行仪，第4个是因时因地行持之法，第5个呢是取舍利害之法，其中又分为创造有利作为之法和避免无利作为之法，可以分为2个部分。但这个投影里面大概有一些地方不对，所以要做一些修改。
第6个是以前信力哦，然后自利利他。第7个是得六神通哦，然后而利他人之法，总共有7个。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其中的第5个。那第5个当中，就像刚刚说过，里面又分为2个，一个是创造有利作为之法，还有避免无利作为之法。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2个，避免无利作为之法。颂文是什么呢？就是然为远离部派事端及喧杂，而立居近处，时起时着那一之清规，此为我妙行之一。那在上一堂课当中呢，在谈到创造有利作为之法的时候，谈到说他为了利益众生，弘扬佛法，法王米支多杰新建了寺院，然后这个建立僧团等等。那现在这一个颂文谈到是避免无利作为之法，是指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外在看起来好像是在利益众生，弘扬佛法，比如说好像建了寺院，好像也在塑造佛像啊，然后有新建这样3所依，然后好像有在建立僧团，就外在看起来是做了这一些，但是实际呢，并没有真正利益到众生，也没有弘扬到佛法，甚至反而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情况。就是外在看起来是好像很好，好像相似的在做一些利益众生、弘扬佛法的事，但其实实际上是在伤害佛法、伤害众生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就要尽量的去避免，就不要去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颂文在讲的，就是要避免这种无利的没有利益的这种作为。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桑杰宝珠他的注解当中就提到一些内容，就提到首先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周围很多时候米支多杰周围的很多他侍者总是会跟法王米支多杰说呢，说什么呢？就他们总是有一些想法会跟法王说，就说法王您您呢这个真是很有福报，福德很大，这个佛行事业也是非常的殊胜，非常广大，所以你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要做什么呢？就要像过去当时的这个像萨迦还有直贡他们那样子，可以说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像教正合一那样子的兴盛，无论是在这个佛法和世间法上他们都建立起这样子无与伦比的僧团。就是无论在佛法和世间法上总之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我们现在呢，要真的这样做到也不是很困难，因为您真的福报这么的大，其实并不困难的。如果像一般人要这样做到的话，可能真的是就像做梦吧，对一般人来讲是做梦，但是法王您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是也不需要太辛苦就能轻易做到的。所以最主要我们要做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这个中国的皇帝，我们要保持好关系，要得到他们不间断的供养。如果有中国皇帝的支持跟护持，
那自然我们就能够在佛法和世间法上，或者说在教正上啊，教法和这个正法上都能够能够有力量。那总之，后来这个还有当时呢，丽江国王还有大臣在邀请法王米支多杰。本来丽江国王还不是佛教徒，后来米支多杰的时候，他成为了佛教徒。总之呢，当时这个国王和大臣就不断的邀请他，而且不止一次邀请啊，还多次的邀请他。所以当时这个国王的这个权势是很大的。当时藏地很多地方都是属于都是在他的这个管辖之下。所以呢，当时国王就跟他说：“您呢，无论你是想要成立任何这个团体都可以的，是佛法也好，世间法的团体您都可以建立。而且这些国王协同大臣不止一次这样子的跟法王祈请。所以无论是要建立一个寺院也好，建立僧团也好，或者任何世间法的团体也好，都可以建立。所以这个侍者就继续这样说，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时候就要在康区也好，卫藏任何地方就赶快要建起这样一个这个硕大的这种寺院，还有或者是这个僧团。所以当有这些这些这么好的助缘的时候，就是像有国王、有皇帝、有他们这样子在支持供养的时候，就要好好利用把握这样的机会。但这些是侍者们周围的人呢，还有眷属他的周围的人这样子说。因为桑杰巴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总是在周围嘛，所以侍者嘛，所以他都知道别人怎么说。因为他在身边是侍者，所以他总是知道别人会怎么说，所以他们总是不断的会这样跟法王说。那法王米支多杰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你们说的也没错，的确，我去过丽江，当时呢，那个丽江国王也要我说就住在这个丽江，而且就说在那边要建立一个大的寺院。的确，如果是在这个丽江的话，要建这么一座这个巨大的这个寺院，或者建立起一个很大的僧团，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的。但是建立了一个寺院，建立一个很大的僧团，是不是真的能够利益到自他的一切众生呢？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连利益到一个人都很难说，是不是能够利益到一个人都很难说，都很困难。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其他教派，你看到大家都召集很多的群众还有人力，比如说他们各自的寺院里面，你会看得出来他们不是那种小喇嘛、小僧人，他们都有很多这种大的僧人、大喇嘛，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很有势力。你可以看到其他寺院，他们有很多这些僧众嘛，看起来很有势力。但最后呢，他们也可能跟其他教派中产生了纷争，有外在的纷争，有的时候又可能是内在的这个纷争，内部的纷争，结果这反而造成了佛教的，最后是伤害到了佛教。
最后呢，结果是可以说自他的两败俱伤。所以你看看别的教派的情况，如果我们也像他们那样子做的话，建立大的僧团、大的寺院，这样子好吗？要想一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诩是在弘扬佛教和行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实际作为呢，却是在毁坏佛教，行持不善的话，那这就是在打着佛教的名义和的这种世间行为哦。那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就是说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这样子。那同时呢，这里有举一个例子，在公波这个地方，公布这个地方，上一堂课也有谈到呢，他们的人呢，特别是属于可以说米觉多杰的这个范围管辖范围的这些人民，所以他们会向法王这个供养的，所以呢，他们会有这种供养，会有一种这种儿子这种子供孩子的供养，就是说他们会将这个孩子他们的孩子呢会送到寺院出家，这种孩子的供养或者说孩子的利息，有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家里面呢可能这种比较厉害的孩子，他们会送到寺院里面去出家，比如说比较聪明的呀，或者说比较厉害的这些聪明的孩子会送到寺院里面出家等等。所以当时很多公布地方的施主就跟法王说这是孩子的利息谱，所以我们要请您一定要接受。但法王就说呢，我是不接受的，我不接受这样的事情。而且就说到呢，他就法王米觉多就说，有些小利益很小，但造成很大伤害的那些寺院，另外呢，还有这种寺院的城堡，就是寺院的城堡，那就是没有任何利益，是反而会被别人加害的这种寺院，像城堡一样的，因为可能寺院越来越大，像城堡一样，被别人会嫉妒会像城堡一样，没有任何利益，会反而被伤害加害的城堡。还有那种山中的小寺，这种装模作样的山中小寺。再来还有一种禅修院，这里形容叫欺骗享乐的禅修院，就说好像说着说我在禅修院当中禅修闭关，但实际上就欺骗别人说在里面闭关在禅修，但其实在里面是享乐的吃得饱饱的，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里面享受着，就是欺骗享受的这种在禅修院，一般有叫闭关中心讲的就是禅修院。再来佛学院，这里法王米觉多杰形容是什么？叫做就是贪心跟嗔心烦恼都显现出来的佛学院。就是因为呢，佛学院当中呢，总是会讨论很多这个教派怎么说，那个教派怎么说，这个前红旗后红旗是怎么说，所以大家就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派别有很多的执着，而因此升起很多贪嗔的烦恼执着。再来还有一种叫鸠扎，这是过去呢藏传的一种传统，就是在法王米觉多杰那个时代呢，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禅修院，大部分的禅修院呢，他们会住在这一个单人的闭关的帐篷，这种叫 jobja， 藏语发音叫 jobja， 就是单人闭关的一个帐篷在他们禅修院里面还有这样子单人闭关的帐篷，
它就是头是尖尖的，然后下面比较宽的这样子的尖尖的帐篷，一个一个人单人的这种帐篷。所以晚上他们特别会在这个里面，就不会跟别人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无论是在没做法的时候也好，或者晚上的睡的时候也好，总之他们都在这个单人的闭关帐篷里面的修持。所以在3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们也不会躺下来的，他甚至也没有躺的那个空间。因为空间就是只能让他们坐着的那样子的一个空间而已。就像现在我们像传统藏传3年闭关里面一样啊，就是很多僧众都是要这个坐着的。然后这个，所以他们的这个我们说僧众的僧服有一个腰带，那个腰带都不需要这个解开的，因为根本不需要解开，因为你不需要躺下来睡的，所以这种叫 jobja 就是这种意思。job 就是那样的帐篷 ，jobja 就是这样子的院哦，所以有很多这样子的单人帐篷 job 的这样子的院的地方。但这里呢，方米居多解形容说，就算这样的 jobja， 很多时候他却变得非常自私自利的 jobja。再来呢，形容寺庙变成怎么样呢？是总是在过着邪命的，然后浪费信众的供养的，浪费信财信施供养的财物的这样的寺庙。所以这些上面谈到这些情况，都是假借着佛教的这种名义但其实呢，都是让自己和他人呢都落入到一种散乱放逸当中。所以外在看起来，暂时看起来好像是在行善，但是呢，撑不到几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表面看起来像是在行善，但其实撑不过太久的时间的。其实一开始好像在行善，但最后都证明说，都只是在行这种造恶的这样的一个因所以这些情况，方米居多是说，这些情况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完全将它舍弃的。绝对不要贪图这种自利，不要为了今生的很多的名利，然后而糟蹋了一生然后要仿效过去噶举祖师的行仪真正在这种像没有人的旷野一生去做修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了要像这样子所以方米居多杰他自己呢也在这个楚布寺的极近处。所以楚布寺的意思是什么？处这是一个地名，所以楚这个地区，铺就是它的一个偏僻处，它的，所以在这个楚这个地方的偏僻处是这个意思，所以楚布是这个布这是个偏僻处。所以总之在楚布寺呢，总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这种修持禅修的地方。所以当时呢，方米居多杰呢就在这些地方呢做修持。所以我以前呢在楚布寺的时候，小时候也在这个方米居多杰呢在楚布寺的这个后面闭关的这个地方我去过，他闭关这个地方我去过，真的很舒服很清静。当时也有这种小小的这种有这种闭关的地方，这是由石头堆砌起来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哦，真的，当时法王米之多杰在这样一个极境处的所谓的禅修闭关的地方哦，就是这样一个石头堆起来的这样一个地方，连门都没有，他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就修持闭关，所以他就像法王米之多杰说，他要仿效过去噶举祖师的行仪哦，这样做修持。他不只是在楚布寺的这样的极境处，他同时呢，也在很多的这些各个很多地方在山谷啊、雪山处啊，很多的地方，他都去做修持，做闭关。所以呢，法王米之多杰说，他一生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尽量低调的这个度过一生，就是他不希望很多人知道他，不希望很多人看到他，知道他在做修持，他就希望能够尽量低调的能够度过他的一生。那当然，你看法王米之多杰，他非常欢喜的、注重的，当然是要兴建那样子能够利益众生的那样子的佛学院啊，还要弘扬这样子的佛学，推广这样的教育。但是你也看到，在这个颂文里面，他又谈到是说，只要是那些没有任何利益的那些佛学院啊、禅修院啊，刚刚谈到很多这些，他觉得那些就要舍弃，不要做。所以你看法王米之多杰呢，他就常常喜欢到极境处，甚至是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没有施主的地方，然后他就到那样子的极境处去修持。就像这里说的，他希望能够尽量低调的这样去做修持，度过他一生。然后接着呢，这里面提到他也提到说，他也说，如果不是在这个蒙古地方的话，他是在唐古拉山啊、珠穆朗玛、纳木错的地方的话，他也会在那边闭关的话，他也会非常的欢喜。或者是在拉契雪山，还有一个在拉对加日，还有这个弥勒日巴的六宗宝等等。总之，这些都是很远的地方修持。但是因为这里很远，所以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像多康地区的人来，可能见他就不方便。所以法王米之多杰也知道说，这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要来见他就见不到了，所以他也说，可能这样我也去不了那些地方去闭关等等。但无论如何他是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喧闹的地方，他就是喜欢这个寂静的地方。而且法王米之多杰只要听到讲到过去祖师们如何闭关的故事啊，他们如何到极境处去修持啊，这些故事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是非常的欢喜，而且非常有那种感动，他就能够升起非常强烈的信心和虔诚心。所以桑杰巴珠呢，他对于法王这么喜欢极境处这一点呢，他的看法他这里就提到，他说是主要是因为为了要鼓励他人呢，也能够去依止极境处修持，所以法王才有了这样的示现。
桑杰巴珠认为说呢，真正一位大师不见得一定要住在极静处的，所以他就引用了一个《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中虽住城隍及山野乐佛菩提离二乘修如是行立世间，有这样一个颂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修行者远离了这种自私自利的心，他发起了这个大乘菩提心，可以说他穿戴起了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铠甲哦。所以他如果不施这样的菩提心的话，就算他处在群众、处在市集当中最繁忙的这个地方城市当中，他也是一个最好的修行人。所以真正的一个菩萨啊，或者是一个修行人，他不一定要到这样子的极静处去的。所以这里所谓的远离哦，不是说这个远离这些喧哗的地方，这是所谓的极静处的极静，它指的不是说什么东西极静呢？不是说没有喧哗的极静，而主要是心中那种自利之心的极静了，没有了，远离了自利之心了的这种极静，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了这样的菩提心的人，他就等于是住在了最殊胜的菩提心的极静处当中了。但是没有这样子菩提心的人呢，就算他千万年当中哦，他不和任何人接触，他真的好像到了这样的山中去住着了吧，待在了那样一个远离喧哗的所谓的那样的极静处山中，但他其实是远离了殊胜的菩提心的极静处。所以真正一个菩萨的极静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说他远离了自利之心了。换句话说，他心中总是具备了这种利他的这种愿心，也就是世俗菩提心，总是具备着。所以法王米觉多杰从他这样一个菩萨来说，其实桑杰巴珠认为说，这样一个大师圣者菩萨啊，其实是具备菩提心的圣者来说，住在山中城中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他为什么要示现在极静处，喜欢到极静处去修持啊？其实是为了这些初学者，因为还没有心性还没有太稳定，太具备禅定，所以就必须要到一个这种远离人群的这样的山中啊，能够帮助他们修持禅定。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法王米觉多杰才示现了这样子喜欢住在极静处这样子的一些示现等等。所以总之呢，所以法王米觉多杰呢，他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很努力艰辛克服万难，成立了佛学院和禅修院。这一切的事业呢，他不是去为了这个抢夺其他派别的或者其他僧团的他们的人、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财力为了跟他们争夺跟抢夺，不是这个目的。当然更不是去跟别人抢夺施主啊，当然也不是的。所以我想应该是经典中俱舍论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在家众呢，这个思想要清净是很难的。
就是再加上马上呢，就是马上心是会有所求的哦。就只要是一不放心的时候，就马上就觉得说啊，这个要供一下神啊，供一下佛呀，这样子的。但是出家人来讲的话，是哪一个比较难呢？就是要避免这个邪行哦，要具备清净心是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的生活过去来讲是完全要依靠别人的供养的，比如说要托钵乞食，所以如果别人不供养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所以出家人来讲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行持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时候出家人就必须可能有时候一不注意就必须要可能会变成在讨好施主，因为生活就完全是要靠施主嘛，一不小心的话就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是在讨好施主。所以经典中就说出家人呢是比较难的是生活上清净是比较困难的。总之呢，方米智多杰就说呢，现在建立了这样的佛学院和禅修院，如果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真的反而造成了伤害了自他。所以呢，还不如这个去这样子的没有人的地方去做清净的修持，然后居无定所的在山谷间修行，然后饮食上呢，譬如说也过午不食等等，就是过着非常这种简朴的修行的生活，甚至具备的这种生活用品呢，也是只有最基本的这些衣服等等这些生活用品，没有多余的东西。那我想大概今天的就先讲到这里吧。然后接着是29号有课程。那这次时间关系，如果要讲全部跟法米智多杰有关的内容，可能还要再多讲1个月，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讲，但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跟法米智多杰有关的，譬如说第5是香马巴昆彻言了，他是最主要法米智多杰的星子哦，在认证他的时候也出了一些问题，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以前也不是太清楚这一段历史，所以呢，我们在春季课程第1年的时候，就是法米智多杰这个课程的第一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就在准备课程的时候，就在一部这个很古老的经典中看到了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就在认证这个有讲到这个认证第5世香马巴的历史。
但是呢，这部经典呢，有几页是不完整的。但突然有一天呢，就有一天也没有刻意去找，就找到了这另外一个版本。但后来呢，又不知道放到哪里，又找不到了。后来过了2年呢，也都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但没关系，那个找不到的还有其他几个我也找到了。所以总之还有一些除了这个主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仿弥之多劫相关的主题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好，那接下来就做这个回向课诵。